Hermitage Museum， 即係冬宮博物館，又名艾爾米塔澤博物館，亦都有人叫佢做隱士盧博物館，意思為隱士居所。佢係位於俄羅斯嘅聖彼得堡，以其宏偉嘅巴洛克建築同埋龐大嘅藏品聞名，屬於世界級嘅藝術寶庫。佢係由凱薩琳大帝於1764年創立，原本係私人收藏，但係喺1854年就公開對外開放。而喺東宮廣場裏邊有一座亞歷山大柱，佢係一座紀念碑，係紀念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喺1812年戰勝拿破崙之後興建嘅。而鏡頭前面見到嘅係總參謀大樓，佢係喺東宮廣場嘅對面。依家部分係博物館，而另一部分係軍事用途。軍事用途嘅嗰部分係不對外開放嘅。好，依家就同大家入去東宮裏邊參觀一下。大家留意翻，呢個東宮嘅東字並不是東南西北嘅東，而係冬天嘅冬。冇錯啦，佢係冬天時分沙皇嘅官邸。佢嘅收藏品超過300萬件，包括有古埃及啦、希臘羅馬文物啦、西歐繪畫，例如達文西啦，同埋有啲珠寶、裝飾藝術等等，位居世界最大博物館之一。鏡頭前面呢一幅肖像就係亞歷山大元帥啦，佢被公認為一生未嘗敗績嘅傳奇將領。鏡頭前面呢一個肖像係彼得大帝嘅女兒伊麗莎白女王，佢係一位受歡迎嘅君主。